一直咧，我哋秉承呢一個活用故事建立孩子嘅方法，希望咧透過創意嘅故事同埋閱讀咧，鼓勵基層嘅小朋友同埋家長睇多啲書，從而咧增進知識嘅。13日，讓我們一起閱讀，同呼吸，同命運，心連心，與歷史相遇，與文化相知，與未來相擁。我願與你一起閱讀，讓我們攜手並肩，走向閱讀社會。咁我希望而家我繼續吸收知識，就繼續喺我嘅報紙啊，或者我第日上網，將我嘅知識繼續回饋呢個社會。